你敢变安怎去哩？上难的来啊！已经哦完嘞！哦，哎，哇，一只脚厉害呢！用头脑来。哇，伊想好啊，伊想好来！哇，伊要来过关的啦，不是要来退出演艺界的啦！哇，动头壳，动头壳，个海经理，这是够秀啦！我摕到毛蛋，哇！没动，搁一半。这时间真考验咱的选手，体能的考验，心理的考验。搁一步，每一步，每一步就是离咱的目标更较近啦。迄边边啊，甲分嘞！该拼啦，过掉伊啦！今好兄拢已经安尼讲啊嘛，对无？安尼我今仔日宣布吼，退出演艺界啊。啊，毋过等一下，因为明仔载要录综艺大集合，所以我直接宣布，我明仔载复出。你今仔日退出，明仔载个付出。